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一个香港人做间谍，在台湾吸收官兵，发展强谍组织，大个被告上当红化爱关8年半。中党政府长期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战事若唔收煞，经济会衰退，造成通货膨胀。有人甲2只猫仔关伫个笼仔底。 等落海底，个录影传起伫网络顶，警方已经抓到人，移送法办。各位观众朋友，今仔日有一个重要的案件宣判，有一个香港籍的查甫人丁小虎，2018年受到中国的指示，竟然用马祖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台湾，却是偷偷发展强谍组织。高检署照涉嫌犯国安法定罪，甲丁小虎拢总7个人起诉。不过，伫咧审理的期间，丁小虎因为破病过身。 其他6个被告高院今仔日宣判，分别判爱关4年半至8年半。丁小虎伫咧台湾发展强谍组织的时阵，吸收咱国现役甲退伍的军人，而且试探军事机密，甚至讲中国若是开战，叫因就莫抵抗。伊利用做这个代志来领中国的钱，是拢总领1000多万。不过伫咧开庭的期间，丁小虎因为破病，伫咧2月份过往，高院做不受理的判决。 其他6个被告照违反国安法甲陆海空军刑法定罪，互判刑。中国这几年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国军已经展开汉光42号演习兵棋的推演。也那民间嘛，伫咧这2日嘛举行2026正经军心精细推演，锁定复合式的威胁。也那前 AIT 处长苏道文伫咧致辞的时阵讲，伊认为台湾也未有充分的准备。 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台海还有印太地区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国军当日投入汉光42号演习兵棋推演，不过枪对枪，同这个时间嘛有民间的兵棋推演。206正经军心精细推演15起稿。 甲过去兵棋推演大多数拢是针对军事冲突，这摆针对台湾面临军事、政治、经济、心理战压力的复合性威胁，邀请国内国外学者斗阵讨论对策。前 AIT 处长苏道文嘛致辞，用陆战争、美冲突来做对照，警告咱台湾的准备还无够。I think Taiwan needs to do more to be prepared for what may come. I think its allies and friends. Which I would include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South Korea. Other democracies need to join in. We will be focusing on geopolitical challenge, which are mainly not just from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hen the war started, the first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energy shortage. 苏道文呼吁民主国家表达对台湾更较侪支持，而且兵棋推演除了想象中共对台湾采取结合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的普适协约，嘛纳入中东战事，引发能源欠缺挑战。台湾面临能源危机，学者嘛指出，兵棋推演的重点是伫咧中共盲目手段应对，爱加强规个台湾的社会防卫韧性。电厂啦，对于这个储油设施啊，对于海运交通啦。 对于民用航空这些影响啊，这些都是韧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兵棋推演很可能会比较偏重在灰区应对。Secure a chance for ourselves. Key solution: education. More important. Training, doctrine, logistics, JCOP, C5 SRT, resilient society. 要提升台湾的战略自主，前海军上将立委陈永康认为，台湾要建构地理资讯系统，而且强化态势感知能力。老好国嘛强调，兵棋推演的核心精神，不是应对危机，是预防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进前甲咱国列做是中国台湾，咱国争取甲指接了后，目前是已经拆掉啊。 中国一个知影尔是随钓卡转地，讲一中原则是国际共识。因为咱国是强调讲，台湾甲中国互相无隶属，这是同人知的代志。中国家己讲家己对，讲这是共识，实在是笑破人的嘴。
韩国去年2月启用电子入境卡，伫出发甲要去的所在2个南非，甲咱国列做中国台湾，一直到今年3月，咱航空机提出反制，韩国政府才伫4月将2个南非删掉，不过强调这是简化流程。中国足机会讲，台湾问题关系17亿外中国人民的感情，一种原则是国际基准甲共识，咱外交部严正驳斥。一中原则事实上不是为世界上面主要的这个国家所认可，那么他把他自己的一个主张包装成是一个共识哦，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前情况我们是用南韩来称呼，那现在是有你们这边是有更改对他们的称呼吗？对韩国一向其实就不是在正式的时候本来就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称呼嘛，哈。那是韩国，如果丹麦台湾民众伫居留证的国籍一个出生地登记，也自2024年和丹麦改做中国。虽然咱方已经有反制，取消一寡丹麦驻台代表的特权礼遇，国民党立委质疑为什么拖2年？事实上，在2年前就已经展开交涉。南非在这样的矮化我国的外交的时候，你们就1到2个月；韩国将近1年，为什么丹麦2年以后才会做反制的动作？事实上，我们有相当多的丹麦国会议员是有协助我们去跟他的政府沟通，所以我想现在是他们丹麦行政部门的问题。最近巴西驻台商务办事处处长桑路易竟然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中国用外交方法继续散布异化台湾的错误讲法。民进党立委讲外交部袂让这个人表态。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当然是比较严重一点，但是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真的非常不恰当。巴西驻台代表现在正在休假中，那休假发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言论，我们第一时间表达我们的强烈的抗议与关切，那么也当面的约晤他，那么让他知道这个状况，我们后续还会这个演绎相关的一个行动。林楚英认为，2月才有乌拉圭符合中国的讲法，这么巴西代表如果拒绝承认台湾是国家，会当当作单一事件。外交部也呼吁国内各政党领袖应该正视两岸互相无利益的事实，避免和中国借机会宣传错误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国际油价牙关嘛冲击到运输业，交通部表示。台铁甲高铁拢是因为食电的，所以影响无大。若客运按算5月份就会达到爱起价的条件，到时交通部会补助。另外，航空业国内线的票价有协调业者慢车起价，而且人较少的飞行机纸嘛按算会减班。国际油价酷起嘛，互国内陆海空运输的成本大大增加。有立委关心国内公共运输的票价，所在敢会因为油价起，所以对得起咧？亲像公路客运这部分，伫咧3月这个油价虽然是也无达到起价的坎站，也毋过5月就会下过起价的予定，所以交通部要来补助，互票价卖起。相关的经费来源你们有没有做过评估？大概需要多少钱？如果按照这个5月份这样子来升到这个12月的话，大概今年所需要的经费大概是1.2亿。除了公路客运，真侪民众嘛坐计程车，若国内计程车差不多89000台，大部分拢是食油的。过去哦，即个每1公升若补助5块来算，一个计程车司机每1个月补助2000块，目前会有1亿9000万的预算来应付。刷落来进口的原物料运费保管，估计对物价影响是无介大。海运的这部分，目前各产业的工协会也无出现极端还是欠仓的欠柜的状况。国内客运航线航商是也无调整运价规划，若空运的部分，国际航线已经由航空公司调整燃油费，反映部分的成本。国内航线的票价自今年2月到4月连续3个月，航线的燃油平均计算每1粒新台票28.75块，已经超过27.25块，调整票价砍站了。交通部会编的预算补助，国内航线的票价甲航班拢袂受到影响。若刷落来，航空公司会宣布减班，休热旅游的大季就要来啊，敢会对民众出国造成影响？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配套的措施在这个国际航班上面？他们整并掉的航班都是定位率比较相对低的，那也就是说影响的民众其实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交通部没有这个力量去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这当然不是要求。困难上面，我们如果可以协助的部分，台湾的交通部跟民航局一定会做更好的协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虽然有航空公司减班，也毋过比例无超过2%，对整体影响差不多0.3%，影响无大。国内陆海空的票价暂时袂起。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东的战火冲击到能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战事若是还阁唔收煞，经济就会衰退，造成通货膨胀。不过，亚洲因为 AI 的发展带动商机，经济成长率袂歹，也若咱国估计会维持5.2%。另外，台股盘中冲击至37000，台积电有加2100块，创下新高。中东战争致使国际经济不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上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嘛警告，若是冲突继续，而且油价伫2027年进前保持一桶伫100块美金以上，全球的经济恐惊就无遮尔乐观咯。Downside risks are clearly very elevated. Now, the impact of the war will be uneven. Low-income energy importers are highly expos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re-existing vulnerabilities and limited buffers. But the damage is most severe for countries in the Gulf. IMF 假设3种情况，若假使讲即个冲突的时间短，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会降到3.1%，整体通膨率会升悬到4.4%。若假使讲冲突继续落去，愈来愈食力，即个能源的价格就会起。若通货膨胀嘛会变严重，金融的市场嘛会缩限，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5%，通货膨胀率升悬到5.4%。假使能源长暂一直到2027年，经济成长率会降到2%。通膨率超过6%，嘛预测中东国家也个欧洲经济成长率会爬上济，不过相对来讲，亚洲真济国家拢是向顶悬行的，若台湾是维持顶届预测的5.2%。拜 AI 热潮所赐，包含了台湾，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居高不下，所以虽然有一些油价的负面冲击，但是 AI 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更强，还是看好的。因为我们台军在1月的时候预估本来就比较偏低一点，我们那时候预估4%，我们没有想到后面的外销出口表现这么好。行政院主计总处伫2月13预估台湾2026的经济成长率会达到7.71%。若中东战火伫咧2月2开战，学者讲台湾政府透过油电动气暂时甲物价减调咧。若台湾的出口嘛表现了真水气，所以认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要加悬嘛是阁有空间啦。这基本面嘛反映伫咧台股的表现顶悬，15台股盘中阁创新悬，冲破37000点的大关，上关来到37064点，起768点。台积电买的人嘛真济，盘中起到2100块，这股价继续创新悬，市场嘛真乐观。因为中东战事也未完，所以热钱嘛拢3钱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昨昏三读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增加托育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嘛规定要按监视器保存至少30天。若是有对囡仔有苦毒或者是性骚扰等等的情形，上当会罚款60万，嘛会公布行为人的名姓甲机构的名称。大声发油热力无吞吞，要求严厉处罚加害者。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凯道集会声援开案，为着防止热力事件发生，立法院14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托育不只是个别家庭的照顾安排，而是国家也应该要主动规划、持续投入的公共制度。法案若整合2个以下幼儿托育甲照顾体系，佮增加居家托育人员违规记点制度，提高处罚的强度。民定托育的相关人员，若是对幼儿苦毒，也是有重大性骚扰等，相关会当处罚代票60万，而且公布行为人的名姓甲机关的名称，嘛规定托育机构爱安装监视录影设备，至少保管30天，把影像传到云端，保存证据。让劣质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在阴影下再躲藏下去。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财阀记录、重大的意外、不当对待的姓名，都必须主动、及时的公布。推广这个监视画面上云端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正式厘清、说明某些民团的一些疑虑，包括治安的问题，包括隐私的问题。若是托育机构无照规定保存影音资料，会当处罚万；若是处罚3届无改善，也是情事重大，会当停招停办，甚至废止设立许可。另外，外界关心的保存影像调阅资格、调阅停事、隐私保护这块细节，会搁订定主法来规定。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儿童托育服务法三读通过，上大目的就是为着要保护囡仔，莫阁有囡仔受到伤害。不过，另外一方面，对教保人员来讲，上班拢要激红录影，就哪像一种监视共款，造成真大的心理压力。相关的争议要安怎来规范？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请万婷解剖，互咱了解。
万婷，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立法院伫咧4月14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定这个法当然就是为着要防止各有囡仔去受到苦毒，不离过所也产生一寡争议。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拄出世至2岁的囡仔所来建立的专法。虽然讲原本就有相关的规范，不过因为是分散伫咧不同条法律，所以即卖就是要来甲整合做伙。头一项就是增加领母的违规记点制度，依照这严重的程度来记1点至10点。若是这点数超过规定，就会予废止登记、吊销执照，甚至是一世人拢袂使搁做领母。过来，若是对囡仔有虐待、性骚扰或者是起骹动手等等的行为，安尼上当就会罚到60万，而且会公布行为人的名姓，搁有托育机构的名称。另外，嘛规定讲，这托育机构就要到监视录影设备，而且这个影像是上无就要保存30天。搁爱团起伫管市政府的网络系统，若是无照规定办理，安尼负责人上当是会罚30万。若是搁无改善，安尼机构就要停止招生、停办，甚至是废止营业许可。也其中讲到这设监视器的这个部分，就引起侵犯隐私的权益的争议，囡仔不时就需要换药珠啊，这烫衫烫开画面，万不伊若是流出去，颠倒对囡仔是一种伤害。搁有教保人员的教学，搁有各种动作，是毋是有可能去互误解，或者是放大检视？这对因来讲，拢袂输是工课场的监控，这是造成真大的心理压力。通过儿童托育服务法，对囡仔是一种保护。不过，这相关的争议是要安怎来规范，才袂互这当败变做是赖检保护，真做是伤害。这部分嘛是政府要来思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从镜头交转去予主播。感谢万婷解剖，互咱了解。接下来咱要来看一个性平教育的消息。立法院今仔日举行公听会，针对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法。讨论校园性别事件、情感纠纷的处理，也有情感教育等等的方面来检讨。伫网络顶悬有大文讲，互老师及一个学生地甲老师过去性平会，引起真侪讨论。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已经22年，经过6届的修正。不过，伫教育现场的老师指出，即摆校园性平案件无分轻重，只要老师互人投诉，就会进入性平会，造成校园对立。立法院教务委员会拜三召开修法公听会，招专家来讨论。有一些学生，他们直接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发表说，他们是如何把讨厌的导师赶走的，其中就是包含就是用性平案或是校事会议把他们赶走。那我们的诉求当然就是，制度要分流啦，就是我们的调查制度，重案还是要严惩没有错，但是轻案应该要进行一个分流。不过，有团体认为有投诉的机制是好的，会当确保学生的安全，嘛要求教育部爱严格审查。性平会和教评委员会拢是校内的同事，惊有人情压力、有暗砍的行为。性平会他会做出建议这样，但是他调查建议以后，之后谁去负责解聘？是性平会或教评会负责解聘。但性平会跟教评会的成员大部分都还是校内的成员这样。但是至于要不要解聘的时候，他的权利可能还是会回到就是同事们组成的委员会之中。另外，有同志协会反映讲，目前也是有2/3的学生，捌听过老师对同志也是多元性别讲出无友善的言论，这也显示老师的性平意识需要加强，要求教育部应该爱伫师培的阶段，甲性平课加入必修的课程。记者台专林秀凯台北报道。我来关心，伫咧宜兰有一个查甫人，哪像是感情的纠纷，去互亚马达讲，这个查甫人也就是受害者，伊骂警察竟然甲嫌犯放互走。不过警方是讲，因去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嫌犯已经离开，加上受害者并无提告，才无照现行犯甲伊抓起来。顶间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卖卤味的头家亚巴达伫咧厝的门口埕一直呛声，另外一个查甫人出来了后，亚巴达头家就约过去，去互讲的 A 先生15出面控诉。主要在这边是
说为什么警察没有依现行犯去逮捕当事者？这个是不是在执法上有疏失？把验伤单摕出来，A 先是表示对方无分是非，就起脚动手，也不打牵伊的头壳，头壳有足侪裂伤。朋友报案了后，警方到场却无以现行犯，把这个头家抓起来。哥哥有拿球棒攻击我，但是我没有提高。双方发生冲突，疑似是感情纠纷。警方把闭路器的画面展出来，显示到场了后，受害查甫人表示我无要提告，而且刚讲的这个头家嘛已经离开，所以无以现行犯来处理。警方到场时已无打架情势，当场询问受伤民众，表示不愿意提出告诉。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伫咧实施中，也是实施了后，即时发觉的人就是现行犯。法规无强硬规定一定爱逮捕，警方有裁量权。警方嘛指出，这个案件员警伫咧依照现场的状况研判，先协助受伤的人送病院。双方目前拢无提出告诉。伫咧告诉的期间内，双方要是当去附近的派出所提出告诉，会依照规定秉公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去年8月份，桃园中立的宽东市场发生火烧。11月份的时阵，南门市场阁发生火灾，这显示传统的菜市仔长久以来安全的问题。目前消防局已经针对62个菜市仔启动安全检查专案计划，希望会当落实预防火灾的管理。桃园南门市场真侪人伫咧西北买物件，11月因为有打电线小拍电发生大火，停业2个半月，中间到即马人客拢倒来啊。不过受到火灾损失甲中间的过程，业者讲，迄当阵的心情实在是无奈佮痛苦。重建之后全部都够新的，任何一锅一瓢完全都没有留下一个了，全部都自新的。那现在会担心吗？当然也是会啊，因为你总是会有一个阴影在啊，很担心啊，尤其是像这一次惨痛的教育，所以我们对消防这一块非常的注意了。会很怕再来一次？很怕，非常的怕，只要看到火都会怕到。去年除了南门市场导火，8月中立的宽东黄昏市场也导火，连续2场大火，烧出传统市场长年以来公安的问题。议员即期桃园、南门、东门、新永和、龙潭、平定新富，还有北德大南等6个指标性的公营市场，无建立完整的防火管理制度。列管的民营市场有19个检查了无合格。19处呢有消防权设备未符合规范。那我们分析过这样子一个状况，那发现呢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管理主体不明确，那以及呢修缮成本过高，那导致摊商不愿意配合。桃园的南门市场即马电力消防设备委托厂商进行修理，中立关中东路市场现地整地拆除。消防局讲已经针对辖区内62个零售市场启动加强安全检查专案计划。19个消防设备无合格的民营市场，也配合金发局协助市场成立自治管理组织，进行专案辅导。另外，针对公有市场也加强管制，全面做好防火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心肝实在是真幸运。伊甲2只猫仔囝关伫咧笼仔内，等落海底，而且佫录影传去伫网络顶。这人看到是心肝火烧，赶紧报案。目前警方是已经伫咧西港抓到人。这个嫌犯嘛，声称讲伊有苦毒猫仔，那照动保法，上当会罚关2年，而且罚200万。甲2只猫仔关伫一马人直接等落去海底，翕影片的查甫人讲这是禁地人。第四机甲这段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侪网友的愤慨。苦毒猫仔的查甫人无偌久就互敲底出来，是一名40通过世万的查甫人。平常时拢伫咧高雄任远的渔港掠鱼，附近民众拢讲这款行为实在真恶质。伊美鱼内底，伊等伊嘛会搁走起来，袂当讲当伫内底认啦。你是感觉讲甲赶走就好啊，唔好像安尼甲等在水底吼。对啦，迄恶质人。有点过分了。怎么说呢？怎么说？你是虐待动物。虐待动物，对啊。动保处会长警讲，10时暗时来到渔港找到当事人甲船仔，当时嘛伫船顶看到一只猫仔囝。嫌犯讲，因为猫仔会走来船顶，黑白放屎尿，佮偷食鱼货，才会用安尼来驾驶因。不过路尾有游起来放鱼走。动保处强调，目前当咧确认另外一只猫仔囝的行踪，不止个再去掠到迄只，是不是防苦毒的其中一只，佮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确认。动保处已经收集相关卷证，已请地检署侦办，并动保处于本日上午于案发地点诱捕到1只猫，至于是否为本案受虐猫只，将一并调查之后，已请检方参考。
嫌款的牌啊也停伫咧港边。15早起，动保处再次伫咧两边来坑人啊、蛇猫啊出现。动保处强调，嫌款口毒猫啊是事实，但真正有甲猫啊口毒死，相当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200万的罚金。记者郭家祖、张高永昌报道。原底7月份要实施的宠物用药新制度，今仔日农业部甲卫福部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因为配套无够周至，决策的过程伤过潦草，受到众人的批评。目前防检署长是发动点，讲7月份无要实施，而且会搁拟定新的办法，不过是要无时间表。本来是定今年7月要开始实施的宠物用药新制度，引起动保团体甲主人担心配套无够，可能会造成母囡仔医疗受影响。顶礼拜5引起农业部防检署抗议，尾啊防检署决定暂缓实施。目前来讲，防检署长杜丽华15日立法院证实，这项办法直接注销，和调查立委批评伤老草。里面你们是压暂缓多久？这个现在是逐一针对这个问题来做讨论。那现在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就是这个的办法直接用注销。哪有一个行政机关、主责机关定的办法，经过2年的洗礼、2年的讨论、2年的多方的这样的接触，最终要把它废掉。防检署讲，2024年2月2日发布的《人用药品用伫咧鸟狗加非经济动物的使用管理办法》，和兽医师伫一定条件之下合法使用人用药品，并且建立药品的流向管理机制。不过最近接到外界意见，伫实务上伫咧急诊、半眠或者是偏乡，需要使用医用气体抑个注射器等特定药品，竟然无法度摕到药化，延误动物的救治，所以决定要注销这项办法。不过另外去民众党团批评，防检署2年缓冲期间无积极辅导药商完成登录，算失职。这个新制呢，被断头的这么的冲突，一定是它其中的规定呢，非常的不完善，漠视了兽医的用药权，漠视了毛小孩的健康权，在所有的配套措施没有到位，沟通没有充分前，绝对不会冲出上路。防检署强调，为了要解决动物保护药品登录无够的问题，将核准登录制改制广告制，由农业部主动公告兽医会当使用的人类药品清单701项，免除各项申请的停书。另外也增加药房检准备药机制，和兽医师诊疗时阵会当即时使用。以后会重新拟定新的管理办法，目前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伫咧美国做公亲的情形之下，以色列甲黎巴嫩33年来是头一届伫咧华府面对面会谈，双方答应谈判要来调停战。也那黎巴嫩嘛愿意下入真主党，不过嘛有专家讲，以色列对黎巴嫩政府是无咧甲信道，所以当地局势发展是也有变数。以色列军方的悍马车，还有装甲车冲位北边的边界。另外一边，黎巴嫩南部嘛庆白烟，显示真主党的战火犹阁伫咧继续当中。同这个时间，美国华府国务卿卢比欧率领团队去咧协调，促成以色列还有黎巴嫩双方政府代表直接面对面谈判。以色列会后表示，黎巴嫩同意甲真主党在地影响力减弱，也那双方嘛针对要甲战事结束展开谈判。卢比欧表示，这是稳定中东局势历史性的好机会。不过，有中东问题的专家认为，以色列将来就唔相信黎巴嫩政府有能力甲真主党解脱，所以自头至尾拢主张爱靠家己伫咧战场战出家己想要爱结果。Apparently, the Israelis accepted these talks only under very strong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o don't want the ongoing Israeli military operations in Lebanon to derail the diplomatic process with Iran. 自从1982年黎巴嫩内战以来，真主党就伫咧伊朗的赞助成立，伫咧黎巴嫩到今已经有超过40档啊！伫咧黎巴嫩的政治甲军事结构当中有真大力量。伫咧即摆美国联合以色列拍伊朗的冲突当中，真主党嘛加入战局。美国希望会当借即摆军事的谈判，强迫伊朗接受和平会谈。不过以色列甲真主党交战，嘛互黎巴嫩斗阵调剂，互美国面对现实比想象的更加复杂。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y're failing on the Iranian side. So clearly, Donald Trump pressured Benjamin Netanyahu very strongly into accepting these talks.
另外一方面，嘛是北约组织成员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嘛宣布，原本甲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协议5档换新一摆，即马先暂停。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嘛指出，意大利是以色列第3大武器的进口来源。即摆为着中东局势问题，双方的大使嘛见面表达抗议。迄是欧洲国家即马甲以色列的外交是真紧张。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即马伫咧欧洲各国拢伫咧限缩移民的时阵，西班牙煞是开放无证移民合法化，而且大5个月就会使来申请。这个措施会增加西班牙的劳动力，减少人口老化的冲击，而且每一年国库佫会增加几十亿欧元的税收。伫西班牙的巴塞隆纳，14规街仔头是安尼闹热滚滚，因为大批的移民上街仔头欢喜庆祝西班牙的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互外籍人士合法的特别计划，互因总算是有机会会当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咯。It's more opportunity in immigrant. So thank you, Pedro Sanchez. Thank you, Spain. That this government give me us this, we are so happy. Our without paper people. So happy now. 这是西班牙20多年来头一摆推动大规模移民合法化的政策，头起先是70万的公民人数提案，得到包括天主教会在内上百的民间团体支持。啊，那总理桑切斯为着避免国会阻挡，用放假法令的形式直接通过。法令伫15日公布了后，就会正式生效，差不多50万的移民的受惠。啊，那得到合法身份的移民都要纳税，嘛会使享受权益。Y que para mí es uno de los grandes hitos de esta legislatura. Se trata de la aprobación definitiva del Real Decreto para que va a dar comienzo a un proceso de regularización extraordinaria para miles de personas migrantes que ya residen en nuestro país. 虽然保守派也有极右派反对党批评这个计划，定位是咧鼓励更较侪非法的移民入来西班牙，也毋过政治路线较温和的左派总理桑切斯认为安尼是会使改善西班牙欠人力的问题，以持经济竞争力，嘛保障社会的福利制度。估计这替国库增加差不多30亿欧元的税收。政府嘛公布详细的申请条件，规定移民必须要伫2026年1月7日进前到西班牙，待满5个月，无犯罪记录。啊，若符合资格的人，会使自10日开始伫咧线顶申请，20开始开放现场注文，申请的时间到6月30。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倒来看咱国内，南投民间敢要起焚化炉的代志，县府阁召开第2阶段宽屏范围界定会议。县长讲，网络投票有8成的人支持。不过，自救会是批评讲，这1000多人的网络投票，甚至会议有1半以上的宽屏委员拢无到位，所以因提出会议无效，现场嘛阁起冤家。为着南投民间乡要起焚化炉，15南投县政府召开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范围界定会议，会中阁发生冲突，会议现场乱吵吵，个人跳起桌仔顶抗议。警察嘛出来反制，有农民讲到焚化炉营业造成的污染，恐惊会互火龙果生了无好。新瓜头真正国急，农民一个受气，开断刀啊！针对南投县长捌讲过有8成的民意同意起焚化炉，自规会嘛提出质疑，要求县府说明民调是安怎来，重新来做民调。你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农业放在你们的心里面。问卷的调查的设计，它是说，是不是支持南投新建这个垃圾处理再生能源中心？他在还没有开过说明会前，然后就说这个再生能源中心，我想要请问，一般民众会有办法理解说，它指的就是焚化炉吗？面对乡亲甲民团的不满，会议依然继续进行。自救会成员嘛批评讲，拜三的会议应该要有13位环评委员来出席，煞只有8人无来。因嘛主张会议无效，环保局长解释讲，拜三的会议更毋是正式的审查会议，所以无需要弄搞。针对这个范畴界定会议，在法规上面它不是属于正式的审查会议所以它并没有人数上面的限制。那其实相关的环评委员，其实在会前都有提供相关的书面意见。环保局嘛搁再强调，南投县因为无焚化炉通处理这粪扫。拢爱靠着外县市来倒处理，所以较会需要起焚化炉。环保局嘛向民团提出建议，会当行一撮其他的县市的焚化炉。伊认为焚化炉的危害
无所想的遮严重。记者杨秀南投报道。人讲3月赢马组，除了白沙屯马进香闹热滚滚以外，接落来大甲马进香嘛要伫咧拜五来起鼓。中华关警察局成立机动应变小组，做安全勤务演练，避免发生抢救甲冤家冲突。乱叫要交路，两边民众互相抢声，警察随个人隔开。有刀！既然有人不满，也刀啊攻击，嘛随后警察压制。今年大甲马了境进香要伫17出发，按算18主驾中华南遥宫。中华关警察局为着维护了境人定的特殊，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进行演练。教官跟特任都非常的专业，大家都有各项技术，柔道啊、跆拳道跟体技的技术，所以应该是可以避免各项的突发状况。但年大甲马了境进香，若到中华，拢会吸引侪信徒甲民众。过去伫中华民生地下道，佫捌发生过抢救冲突。警方4年前开始成立机动应变队，今年应变队由40位教官、助教甲特殊警力组成，要伫民生地下道甲日本的接洽地点安排维安人力护救。应变队最主要是负责銮教的一个安全以及冲突事件的发生因为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喝酒那个酒醉滋事或甚至有团体之间的冲突暴力我们都希望能够以优势的警力能够来及时化解。中华关警察局表示，因为这几天大甲马了境进香，毋捌阁发生过冲突事件。今年警察人力会比去年减1成左右，出动2305人次的警力。警方嘛提醒民众，了境期间要遵守相关规定，配合现场指挥，共同维护活动的安全甲顺序。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台中北区的中央公有小卖市场目前正在改建。不过，工地内底却是出现大量的粪扫堆甲那山同款，地方批评公共工程的管理太过潦草，是大大影响环境卫生。怪手将火车顶悬的粪扫开落来，铁片围篱内底已经蹲一座粪扫山。台中市北区中央公有市场，去年7月启动铁道改建的工程，结果最近在地民众发现，工地已经变作是大型的粪扫场，严重影响环境的卫生。苍蝇、蚊子味道，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我们出入的时候就会闻到的那个很严重的味道。实际倒来到工地，会当看到5岁10个人家粪扫。时间包厢讲，粪扫是原本市场单位清刷了后留落来的生活废弃物，气候民众投诉了后，敢若会当甲粪扫刷去工地另外一边的空地啊，设法离主体较远咧。要甲这抓过一边面，头一面遮。要甲全部搬起来，到尾用物件甲扛起来，安尼，就要20年后就是无安尼。民代批评讲，中央市场铁道工程真乱。去年10月捌发生施工的28倒去的意外，即马佫出现废弃物500吨的问题，市府公共工程的工地管理有敢若无咧？台中市政府立即全面清查废弃物来源以及合法性，不能让重大建设沦为环境跟安全的隐患。因为清运业者目前刚好遇到我们那个焚化炉这边的税修，所以目前是暂时还要再等通知才能外运出去。这一块我们目前也会再跟相关单位再来联系，看能不能加速的外运。台中市经发局表示，目前合作的清运业者反映，拄啊撞到焚化炉咧大征收，暂时无法度处理，会配合铁道市场的进度，把粪扫对前段工地刷去后段，要求伫5月底进前完成清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市场的消息，伫新竹的南寮渔港遐的德丰鱼市，今年车才打完工，想袂到煞是常常传出跳电的情形。或者反而是头壳毛咧烧，尤其是海产类的，拢爱冷冻。若是一直跳电，说损失会了一个真正力。直销中心解说讲，是因为反而这电接了唔对去，目前已经处理好势啊。活跳跳的虾啊，要上青的鱼，这海产拢需要用电来保持鲜度。新竹南寮渔港的德丰鱼市，即马所有摊商反映讲，因为常常跳电也是停电，那造成做生意无方便，嘛惊海产会歹去。突然电不够，然后就跳掉了，后来一下好像有弄好。有听说好像是那时候做的时候，餐厅那边的电没有算在里面啊。
所以两边一起开就跳掉了，严重影响到摊商生计，那更是让新竹渔会相当无奈，要求市政府应该尽速的跟台电协商，安排施工的期程，赶快来解决这个提供稳定供电。几年前才拄启用的德丰鱼市，即卖因为跳电的关系，造成摊商甲民众的无方便。直销中心主任解说讲，主要是因为鱼市拄开幕，有摊商无设立接唔到电，目前已经排除状况。有一些业者去误接到小额设备，变成超估量，超量超过，所以造成那就跳电。那台电也是很积极，马上帮我们处理。那现在目前测试了3、4天，都电压都很急。议员指出，摊商真无简单，鱼市开业，嘛真欢喜，总算会当做生意。现场大部分的海产拢是需要冷冻，佮加上假日游客多，用电大，呼吁市府一定要注重用电的问题。记者杜文和新潮报道。电影风上头来看，消防署伫咧屏东举办搜救犬的训练。今年咱邀请伫咧世界真出名的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请因专业的教官来台湾教课。训练甲认证，希望会当提升咱搜救犬支援救灾甲找人的能力。锁仔偷开手势一比落，搜救犬随队协会冲去，开始用狗仔片执行敲找任务。一搭久仔就找到户底伫建物内底的人，顺利协助救难人员。这是屏东消防特殊大队举办的台德搜救犬训练活动，邀请到德国联邦救难犬协会10位教官，8月开始连续5天，针对台湾救难犬不足的部分加强训练，互相交流。那这次的训练呢，分成2组包括瓦砾搜索以及我们的陆军。搜寻，以往的话，我们在陆军搜寻的搜救犬的部分呢，琢磨比较少一点。那透过这一次的训练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搜救的能力。屏东县消防局表示，德国救难犬协会伫路径追踪、甲协会敲找这2项有透明的实践和训练经验。这摆合作的重点放伫狗仔的追踪行为辨识和目标气味追踪的技术。屏东特殊大队因过对路径敲找较弱，所以特别提升狗仔追踪路径的能力。未来若拄着像失地，也是爬山有人失踪的时阵，增加找到人的机会。I think that the Taiwan dog handlers are very good dog handlers and are very experienced. And I think it's an exchange of knowledge. We take some experience from this. Dog handlers who have a lot of real missions in a very difficult area. We take them back to Germany. 今年的活动除了屏东县消防局、消防署和各县市消防单位拢有派人参加，合适训练搜救犬的美格。活动结束了，还有安排严格路径追踪、认证考试，要用国际标准看台湾搜救犬的训练成效。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即马天气愈来愈热，花莲的乌尾永过拢是伫咧较野外的所在较侪。不过最近市区嘛开始出现大量的乌尾，真侪民众去互跌落到地，皮肤是发红佮肿起来，甚至过敏，而且嘛严重影响到观光。徛伫咧花莲市区的民国路，无2分钟，手顶头有足侪只乌龟，脚嘛是一拍一拍。民众感觉花莲乌龟问题是哪来哪严重，而且即马佫会入去室内，影响生活品质。外地人来到这里的话，其实他的手上大概最少都有10几20个叮包啦。他家里还是有纱窗哦，结果今年的3月，他都已经感觉到小飞蚊很多啊，小朋友都一直被小飞蚊叮。伫咧过去，乌龟较常出现伫咧偏乡的khu外。不过最近这2冬，花莲市区唔知影什么原因，乌龟数量是哪来哪济。公所嘛强调，防治的工作第3月就开始进行。不过拄着落雨几若天，药啊就会消失去。落雨了后，青甜发出来，佫较是因上爱食的食物。大概喷药的药性大概半个月至1个月之间哦，那可能下了雨，那小黑蚊又在出现，然后那主要其实还是它的幼虫的一个食物蓝绿藻的部分哦。是小黑蚊防治并没有所谓的特别有效，又一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个药剂哦，的确是没有。那只能靠说我们大家在做幼虫防治的时候，把蓝绿藻做一个清除。公所强调，这摆喷的药剂是环境部规定的除虫菊精，过去使用的山水乡提炼的醋液，其实无啥物效果。呼吁民众爱斗阵协助清理厝内门口埕，也是水沟的车池，再当甲乌尾的数量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风台扫来，酸长满大的文旦柚，而且加上今年佫欠雨水。
虽然是有开花，不过数量无甲2成。农民估计今年的产量会减少。那农粮署是讲会观察1个月，按算5月中会提出具体救助的方案，来帮助这农民渡过难关。农民提家刀当咧收油仔粽的打击，本只树粽应该开始爱有真侪颗粒，到打煞空，因为立春过后，油仔果是差不多甲棚果边大，不过即阵果黄生果的比率敢若剩1-2成尔。但咱满豆油仔果面临减产的危机，主要是旧年受到丹那西风台地势树紧拢害去，加上最近半年来雨水搁少，就安尼是油仔树今年开花状况实在真歹，油仔农怨叹这2档的心血恐惊拢乌有去。话你看话，规场拢无开的啊，是足严重啊！即嘛是抑个无当去确定啊！你讲要等到2次生理落果了，咱较有当去确定讲啊，今年的迄个结果量啊。台风过后有没有全部的落叶全部都落叶了，所以它们左果母子全部都没有了。预估如果损害的差不多剩下1-2成啊。面对大部分的树粽无开花，民代嘛赶起产地关心，要求中央速地行政作业，经启动救助。那农粮署参农改场14嘛到场，讲会赶紧召开专家小组会议，针对气候造成的天然灾害进行评估，就要过1个月的追踪观察，上近5月中会提出具体的救助方案。农粮署会在5月中旬生理落果期结束以后，再一次到现场去联合会勘，确认灾损的一个状况，那再依照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伊这边的树长嘛，你就较优秀化，所以有可能有较无水啊，或者是风大，话叶啊甚至来了，伊这边的很较独立。较无像迄边拢竞做伙。除了减产问题，油仔到时的卖相嘛，互农民真烦恼。农民讲，即个条果愈较少，这油仔粽的营养若伤集中，留落来果粒就会生较大粒，无符合市场大家较爱细粒留粽的惯势。为着稳定农民的收益，农会即阵嘛开始规划收买计划，因按算会甲大粒的摕来做加工利用。面对气候无稳定的挑战，地方甲中央当咧全力备战，降低产业冲击。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婚林多元的面貌，婚林故事馆为2008年推动绘本的训练，鼓励民众创作。经过18年的时间，已经出版140多本的绘本，嘛有超过400个创作者。透过龙溪村甲生态等等不同主题的故事，互更较侪人了解婚林在地生活甲文化。原本废弃的盆桶经过开孔的设计，将盆集中伫个内底，再佮透过边啊较细的孔，将养分送去因肥土，提供盆栽生长。高中2年的学生詹祖玲以安尼素材创作绘本故事，要互更较侪人知影。绘本他们都可以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一个很棒理念的种子，然后我希望也可以将这个永续的种子，然后透过绘本转移的方式，让更多人很亲切的接触它。佮有细汉的时，去外妈兜拢会看到蚵仔产业的李家云，将婚林口湖饲蚵仔生态故事画落来，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婚林渔村的生态。这个创作拢是透过婚林故事馆的培训，以婚林林事物创作绘本，要互大家看到婚林多元的社会样貌。整个绘本培训的话，我们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文本的指导跟绘画的一个创作。今年度的话有进阶班跟初阶班，那透过老师专业的一个指导跟陪伴，然后才有这么丰硕的一个作品呈现。所有的团队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创作了超过140多本的绘本，那也培育出400多位的作者。土地的故事非常有温度以及多样的样貌。文管处表示，今年所发表的7本绘本，包括宗教的信仰、沿海渔村的生活、农村基地、甲个人生命的故事等等，刷落来会透过骑自行车、甲学校、社区分享地方的故事，互更较侪人看到在地生活理路甲文化内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看，有一个带罕见疾病12岁的囡仔，老母捐肝予伊，老爸捐药剂予伊，就要求这个囡仔有顺利换器官。目前为止，台大病院医师药剂的案例是已经超过1500例，是全国上济。不过，全台湾还是有1000多人等要换器官。伊个呼吁大家会当支持捐器官，除了是帮助别人，嘛是为生命争取时间。姓柯的阿弟仔伫咧镜头头前真活泼，
有先天性的肝胃纤维化，也有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细汉的时阵，常常走病院，因为肝甲腰子拢衰竭啦，要治疗是足困难的。医疗团队评估了后，伫去年1月，由妈妈捐肝，也有爸爸捐腰子，予伊顺利完成这个高难度移动活体器官移植的案例。怎么决定？因为我们给他就有缺陷啊，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去弥补啊。爸母听起伫心内，走总艰苦无人知。移动器官移植的难度，毋是大家当想的，因为体重轻、血筋幼，佮要烦恼大人的器官，敢有法度放入去囡仔的腹内，手术线、器官敢自在调，步步拢是考验。我们要补多大的人工网膜？再来是血管，血管的配合，再来还有没有感染的问题？小朋友感染抵抗力比较差一点。等待器官是互人足操心八百的，毋但发生伫咧囡仔身上。伫时代音乐系做工课宋先生，因为得到腰子球炎，40年来过甲提心吊胆，随时爱烦恼，可能爱去洗腰子，一直等甲太太捐腰子予伊，才甲生活重新找到转来。那时候就肾脏指数变得非常的糟，然后那时候脸就变黑，然后走路会喘，然后我是演奏管乐器的，然后所以如果会喘的话，你看演奏乐器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台大病院伫1968年完成亚洲头一个活体腰子移植的手术，到今累积个案例已经超过1500例，是全国上济。不过目前全台湾嘛是阁有8831人等待腰子移植，还有936人咧等待肝。每一个数字背后，拢是一段甲时间揪大锁的人生。病院嘛呼吁外界支持发挥大爱做器官捐赠的理念。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造成自闭症的原因是真复杂，中央医院甲国科会合作，透过 AI 技术协助分析，即嘛有新的发现。自闭症的患者因为鼻仔有较歹，鼻味辨识有较困难，连带影响无共脑区之间的连接。这项重要的成果，希望会当对治疗有帮助。自闭症形成的原因真复杂，要哪治疗，医界甲科学界拢全力伫咧研究。因为全脑神经的回路真复杂，就会发展精准的全脑分析技术，才能知影回路是毋是有问题。中央院研究团队经过7年努力，用自闭症了解的全脑人工影像分析，建立出一套研究系统，来解开这个难题。中央院甲国科会合作，发现自闭症患者有鼻觉的障碍，连带影响无共脑区间之间的信息传送。AI 技术会让提供加速建立模组的功能。要完成这个我们关注的这脑区标注，一颗大脑可能就要花掉快1个月的时间，让它先运行。那它基本上就可以达到8、9成的这个准确度。那我们可能就只需要花1天或者几个小时。这项正重要的研究结果已经发布在国际知名期刊。团队希望这项成果会让提供自闭症患者的治疗甲辅导参考，并且在患者进行早期治疗时阵，除了触觉、视觉的训练，也能结合鼻觉的统整。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打算要引进印度移工，这个消息一日出来是引起众人的议论。不过有登记甲移民，也有移工接触的人认为讲，甲移工甲治安这两个议题牵牵做一伙，这是对移工刻板的印象。所以因办移民工文学奖，希望透过文字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歧视。劳动部宣布，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的劳工，这个议题嘛随引起社会讨论。反对阵营嘛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提案，停止引进印度的劳工。目前已经有将近4万人赴机，主要是烦恼会造成治安的问题。不过，移工的犯罪率敢有影遐悬？登记甲移工有接触的媒体工作者有另外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它也映照出台湾的另外一面，就是移工其实是台湾人的镜子。我们怎么样看待移工，其实也同时是投射了我们自己的害怕跟我们自己的羡慕。移民工文学奖是国内唯一以移民、移工为主题文学奖，今年第11年举办。参赛者用因的母语写伫台湾的生活，透过文字分享生命故事。主要目的就希望讲，足侪伫台湾住落来遮的移民，或者是移工吼，伊会当讲来遮有一个发表家己的心理的故事的原地啦吼。我想讲未来嘛是，阮公司嘛有可能吼，留遮故事吼。拍做电影无电视吼，让大家来看安尼。主办单位嘛讲，这个文学奖到今已经累积超过3000件的投稿，
出版10本的作品集，有着讲者就希望透过文学减少台湾社会对移工的歧视。透过文学奖，就是被台湾人看得见，然后也是被他们就是不要被他们那个看不起，不要有那种discrimination 那种的。第11届的移工文学奖14起稿开始收件。主办单位希望文学会当加做桥梁，深化双方的连结，嘛让台湾人有机会理解不同的文化。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8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